歡迎嚟到今年2026年至27年嘅流感疫苗學校外展。呢一個係一個示範，係家長點樣填呢個電子表格 E-form， 然後透過 E-form 裏邊嘅信息可以透過呢個醫健通再將呢一個同意書提交。咁所以咧，呢一個係兩者都係學校專屬嘅平台，咁又統一報名。咁喺呢一度咧就係當我哋係家長睇嘅時候咧，左上角咧就見到活動須知同埋活動資料。假時間家長 click 入去咧，就會睇到裏邊嘅內容，關於政府想提供俾家長嘅參考資料啦。另外咧，實際上究竟小朋友係幾時打針啊，同埋去邊度打針啊？裏邊嘅資料咧，就將會喺嗰個活動資料度講，有啲咩疫苗使用啊，有咩保重安排。有啲咩溫馨提示，例如藥物敏感要注意嘅地方，以至到醫健通其實參加有咩好處，都會喺呢度有講。語言方面咧，家長就可以選擇中文或者英文啦。咁當揀選咗語言之後咧，就請家長去將自己小朋友究竟參唔參加嘅意願咧，係話俾學校聽。咁喺呢度咧，就如果呢個示範就係家長同意啦，咁然後咧就填小朋友個中文名同埋英文名。咁以至到佢個姓氏同埋名字都係分開嘅，咁所以譬如呢個陳大文陳同埋大文咧嘅英文名就要分開啦。咁加埋小朋友嘅今年嘅班級啦，佢嘅班號啦、性別之後咧，就呢度有個新嘅政府嘅平台，就叫做電子同意書。咁如果使用呢個醫健通去透過醫健通提交咧，家長就唔使再提交一啲嘅文件副本啊，譬如係簽證身份書啊呢類咁嘅副本咧，就唔需要再提交俾學校噶啦。咁呢度咧有個二維碼咧係學校專屬，就如果你有小朋友超過一個小朋友咧，就一定要用翻嗰個小朋友嘅學校嘅專屬嘅二維碼，點擊入去之後咧就可以進入，然後咧就用 I am Smart 醫健通呢個平台咧係去為你嘅小朋友咧去提交啦。喺透過呢一個嘅 e-consent 叫做電子同意書提交呢個平台完成之後咧，我哋就要記得翻去呢一個我哋嗰個嘅 E-form 電子表格度，話翻俾學校聽咧，我哋已經成功完成咗，然後咧簽名。原因點解要咁做咧？因為政府嗰個網站咧，其實就唔會即刻話俾學校聽邊個參加邊個冇參加，而且咧就唔可能咧係唔同意嘅話咧都喺嗰度提交。唔同意嘅學生咧，就一係咧就喺呢一個嘅電子表格 E-form 度提交，咁一係咧就話俾學校聽係透過呢一個紙本同意書。咁啦，呢個示範就已經完成啦。